我哋自2020年開始舉辦 SDG 企業大獎，藉住呢一個獎項去推廣聯合國17個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即係大家見到嘅 SDG， 呼籲各界採取行動，為下一代建造更美好嘅將來。商界唔單止係追求利潤，其實你哋都背負緊好大部分嘅社會責任，而你哋商界透過創新、合作、投資等等唔同嘅方式，其實係幫手解決緊世界好多唔同嘅問題。你哋係貢獻咗好多嘅力量去為我哋嘅世界而付出，特別係經歷過我哋3年嘅疫情，以至到而家喺歐洲發生緊大規模嘅軍事衝突，更加凸顯得出世界和平並唔係純粹係政府與政府之間嘅事情，而係我哋商界以至係社會嘅各界官民學商各個界別去攜手一齊貢獻我哋嘅努力，令到我哋嘅世界真係得以和平。希望未來嘅一日，我哋喺 SDG 企業大獎再聚嘅時候，唔會再面臨一個咁熱得離譜嘅天氣，而係一個溫和、溫度大家舒適嘅天氣嚟到會場。希望咧透過呢個工作計劃可以繼續表揚更加多嘅企業之外咧，亦都希望咧在座各位唔好吝嗇你哋所知道嘅嘢，你哋有嘅資源咧，與青年人創造共享嘅價值。呢個咧正正就係香港作為一個亞洲嘅國際都會咧，所應該持有嘅角色，就係話我哋不止係建基香港，亦都係放眼全球。當我哋做任何嘅工作咧，都係要係致力於推動全球發展。而家岑會長同埋團隊咧，正正就係透過一個 SDG 企業大獎咧，為我哋香港咧喺個國際舞台上咧作出一個重大嘅貢獻。聯合國嘅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中咧，其實有好多個直接同間接咧，都係同平機會嘅目標咧係有不可分割嘅關係嘅。企業用各種唔同嘅活動，好有創意咁去實踐呢一個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對於建立一個平等共融嘅社會，肯定係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所以我希望今年獲得 SDG 企業大獎嘅機構咧，都可以喺唔同嘅平台積極咁去分享你哋嘅經驗同埋良好措施，為香港嘅企業做一個典範。上面見到嘅一啲關鍵字咧，都係佢哋覺得以實踐可持續發展遇到嘅大挑戰。你流失率低啲，你請人易啲，你嘅客戶好忠誠嘅。從文字即係佢交嗰個 presentation 又好，從佢上嚟自己用口講嘅 presentation 又好，你係真係見得到佢哋用個心去做。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咧，可以透過譬如話青年商會啦，呢個好嘅平台啦，咁可以聯繫各方，從而咧令到可以大家喺嗰個可持續發展之路咧多啲同行者，少啲嘅煩惱。唔係淨係一個公司自己個體去做，而係一個行業咁樣去做。但係呢份係上市公司啦，佢哋都係用呢個角度嚟睇下，其實呢間公司對呢個社會或者呢個環境有咩 impact。我哋背後嘅理念係想引領大家走向 SDG， 成為香港推動同埋實踐 SDG 嘅明燈。SDG 企業大獎2023，攜手創造美好將來。